不管是森林生命力，或是梦幻的白色婚纱，在佳琪高中流行服饰科学生们的展演之下，显得青春洋溢。这场是毕业成果展，以莫比乌斯环为主题，连结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带着梦想起飞。Mobius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型，然后它就是起点跟终点，它是没有起点跟终点的，然后就是象征我们会一直记得青春这段，就会一直影响到我们以后。展演作品风格多元，从设计到完成，每一步都充满挑战。校长给出大大的肯定，因为这是改制招生之后送出去的第一批学生，对迈向未来学习阶段是重要的里程碑。那3年前呢，我们把这个流行服饰科的特色招生呢，分成了服饰科跟整体造型，看到学生在高中3年当中，他对美学素养的一个提升，以及呢他们的创作能量。走上伸展台的这一刻，秀出在学校所学习的成果，扛着第1届整体造型特色班的压力，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，相当不容易。其中还藏有洋葱。班有一个人他是身心障碍，然后他的设计是我身上的茧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班想说比较符合可爱的是我，所以就找我来走模特。学生为了这场毕业成果展筹备1年多的时间，过程中的甘苦与成就都呈现在服装搭配与妆容，展现全方位造型实力。记者杨寿怀谈的报道。